九巴嘅第一代路線牌俗稱為牌簿，顧名思義係將路線號碼同埋目的地印刷喺布匹上面，安裝喺車頭路線牌位置嘅分別係一卷印有路線號碼同一卷印有兩邊總站目的地嘅牌簿。車長需要喺開車之前攪動呢兩卷布，去到合適嘅路線號碼同埋目的地。由於九巴當時嘅路線並唔多，一卷布已經載有所有嘅路線資料，運用起嚟亦都好方便。1979年，豪叔以學徒身份加入九巴維修組，並獲安排去到油漆部工作。雖然接觸過維修嘅相關工作，當時豪叔並唔識得乜嘢係油漆。諗唔到34年之後嘅今日，佢係少數仍然掌握噴牌布嘅技術專家。當年每當有一條新路線推出，油漆部就會忙起嚟。佢俾個尺寸我哋，即係俾個尺寸我哋，同埋係點樣嘅形式，咁我哋跟佢嗰張柯打紙就做啦。佢話要幾多個地點牌，要幾嘅格數，咁我哋就睇住嚟做咯。佢哋俾咗啲銅字我哋之後咧，我哋就俾水箱部嗰度咧就焊咗佢啦，整個架同埋燒咗啲字，咁啊交翻俾我哋。咁我哋咧就開始咧就噴啦，噴之後咧就噴好咗之後咧就交俾其他廠嚟裝落嗰啲車度。噴漆嘅時候有2個人監督，一壺400毫升嘅油加1份天拿水，平均可以噴5塊布。整個流程大約20分鐘，考驗耐力同眼力。咪睇咯，即係好明顯睇得到嗰啲咧，就要即係補翻佢咯。唔傷得緊要咧，就冇問題噶啦。喺90年代初，九巴每個月需要75匹大約45米長嘅布匹，製作130套牌布，俾當時大約3200部巴士用。全年使用嘅布匹總長度達到41公里，大約等同由尖沙咀去到深圳嘅距離。其後隨住路線數目倍增，牌布越嚟越長，車長攪動十分之花時間。另外，由於路線網絡不斷拓展，由4個數字同字母組合而成嘅特別路線，好似市區特快同埋通宵路線等相繼出現。原本只能夠顯示3字組合嘅路線牌布開始唔夠用，九巴於是喺1993年改用路線號碼膠牌同地點膠牌代替牌布。地點路線膠牌嘅優點在於耐用，字體印刷清晰，當需要增加新路線嘅時候更加靈活。九巴自從1997年引入電子路線牌之後，有關設備已經成為新購置巴士嘅標準設施。而家車隊裏邊超過一半嘅巴士已經配備電子路線牌。